西藏作为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，始终受到党中央的特殊关心关怀。党的10帮大员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。我这边，基本特级别运动。人不必要就是得来着。对，哎，你没那俺这不我同事那会给的，但是。哦，不起不就是没吧？现在，他这给个什么事情？这不会一直是当中有人很这么的嘞。装饰给个呢？他装饰出来是买给，他不是去一直人都。是他给就装饰给多少？不啦么啦，我看不到，过去去买给的，过去去买给的，我看不到，我一直要当土不啦么啦。大连装饰里再差不多小久了。